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3月23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上午议会定期大会论到财主单位的工作报告甲质询，会中议员罗坤福除了对着财税局的人员不足、工课量上过重来请命，同时也强烈要求该局伫咧烟甲酒茶税奖金分配顶面无公平，这个项目要求着局长爱检讨。不管是配合海关，还是针对零售业者查客非法的分酒，根据财税局表示，去年有40万包查客成果。不过，议员陆坤福接受记者陈情表示，员工辛苦的绩效所得到的茶税奖金，在分配顶面却是对局长这项开始向记者发放。所以，上午议员在议会表达不满，要求局长重新检讨制度。烟酒茶税都是基层家这些官员们在实质在运作，各个因去查到的这些奖金是顶悬咧享受。阮做民意代表接到这种消息，我感觉足无合理的啊，所以我伫议事厅要求未来咱局长这部分家要重新调整一下，你爱互基层的这些人爱有那个动力啊。一查到这奖金，要实质上让底下的人能够受惠啊！啊，你人啊马克贝饼，哪有说那个倒三角的？所有的奖金都是上面在使用。对此，在议中当中，局长受限回应时间，会后嘛做出澄清。它是奖励金的部分，我们现在是奖励金的部分呢，只能够用在跟烟酒有关的业务上面。比如说你考察啦，或是研究啦，这些都可以。好，另外一个是个人奖金，个人奖金它是按比例分配，好，那个每一个人都有，就是说只要从事的人都有。好，这个东西，各县市都如此啊。另外，议员嘛针对财税局的业务量大，不过人员明显不足，在主体基层来清明。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担任财政或者是财税局长这个课已经23档的张少元，将伫咧今年底来离职。议员翁玉峰上午伫咧财税局的业务报告当中，除了要求局长对着房屋税一案表达立场，嘛表示以后将会邀请到所有市长甲议员的候选人拢出面签署，看卖啊，该当主动第3波的起房屋税。虽然台南房屋税3档来总共起81%已经定案，对去年开始第一波起54%，今年4月20左右加11%的税单，市民嘛陆续收到。上午议员翁玉峰面对财税局长当初建请市长调整议案，到底是德政还是严苛剥削？除了要求伊表态，嘛认为108年新市长上任以后。第3波起16%的部分，敢会当打动啊？一定会号召每一位市长、议员候选人签署支持。我在这里很慎重的，再把局长您的话再重新讲一遍，就是新任的市长他可以做新的决策，所以我们会在竞选的这段期间，邀请每一个阵营的候选人，包括市长候选人，包括议员候选人。请他们来签名，敢不敢动涨房屋税？不要再跟我们回推到民国90年取得使用执照的老房子。多年来拢无起的房屋税，一般去学校来符合现况市场的实价标准。议员再次强调，根本是市府依法无作为，却将小最后算伫老百姓身上。所以强调起2档就好，108年要交予新市长加新民意来决定。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回到1919，话说台湾建筑文化遗产巡回展23号来到虎山路顶的司法博物馆登场。展出的内容是以着台湾历史文化建筑作为创作，让参观的民众会当透过画作了解到台湾过去的历史发展。
台南是台湾的历史发源地，存在上侪国定古迹甲历史建筑，因此由丽丽集团主办的《回到1919话说台湾建筑文化遗产巡回展》第2站就选伫咧台南的书法博物馆登场，邀请到台南市副市长钟正元等贵宾共同出席开幕，为这场展览发挥序幕。丽丽集团郭总裁基金会的各位同仁非常的用心。我也为了要筹办这个话说台湾建筑文化遗产筹备了2年多那也请了这个很特别的是这个不是用照片的，它是亲手绘请尤志忠老师一个很有名的画家来亲手绘那去年呢是在台北做第1场的展览尤老师绘了60幅大部分都是北部的为主了也很高兴呢，第2场呢就选择了台南这个证明我们丽丽基金会是有眼光的我们也用了艺术绘画的方式，把我们的古迹画出来，写我们的时代的历史。那这是我们所做的。那在台南这边，台南很有意义的一个点是，它其实是我们招工公开据点的发源地。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普遍全台都有几千个点，可是发源其实是在台南。另外，台南也是我们台湾最早的城市，所以台南其实是很适合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朝圣，有多元的文化，还有文创的这样的基础，其实它也很适合我们长者来这边能够爬够的地方。这场展览为3月23一直展到7月19，开幕前2天到场参观的民众，只要伫脸书打卡，就当摕到纪念品。欢迎对历史建筑文化有兴趣的朋友踊跃前往。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林良营艺术创作家10年来持续不断进行多位创作，近年来也得到侪侪奖项。这届展出的作品大部分是以上届高使用的绢布、水墨甲胶彩创作。作品的细节甲呈现的手法拢相当的完善，呈现出典雅的水。即马就透过镜头，互咱做伙来欣赏。透着高高的东方元素，将佛像庄严的模样展现甲世人赞叹。这就是林良营艺术创作家这10年来所创作的成果，会当将佛的法相画甲这么好。林良营艺术创作家认为，这是冥冥当中拢有因缘注定的，也对画佛像当中体会了真侪。从事任何的东西，任何的创作或是任何的职业，其实都是一个因缘。我8岁的时候就会临摹农民历上的观音菩萨，那时候农民历上有那种送子观音，或者是那个七龙观音。其实我在8岁的时候就已经会临那些菩萨。那换水以后，常常背着书包，然后去到那个庙后，庙后不是喷水池有观音嘛，我也常常蹲在那边去临那个观音活像。其实那时候就已经种下因缘了，只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说我以后会画活像，会走艺术这一条路。山水，然后花鸟，然后再来就肖像，我也学过那个粉彩，还有油画的肖像。那后来因缘下认识一位喇嘛，那我就跟他学了一点基本的活画的笔法跟它的架构。后来以后我会印证到《火威照相亮度经》这一部经书里面，因为接触到佛法，你会往经书里面去走嘛，才深入经藏，才开始因为开始诵经嘛，那诵经你就会了解说，就想要了解那些经文的意思，然后你开始才深入佛法，深入佛法以后才想到要画佛像。以前的那些因缘又变成是一种助缘，那成就我开始画佛像。林良营艺术创作家这10年的时间累积了侪侪无同款类型的作品，有书法佛经的抄写，也有花鸟动物以及一般民众生活点点滴滴的记录。
不过，伊上届搞的作品也是运用卷布、水墨甲胶彩来完成高难度的互相创作，所呈现出来的庄严，互观看者拢会当近距离感受得到。我用笺本的话，比普通的纸本来讲，它的困难度会是纸本的5倍，因为它要重复从正面、背面一直渲染到它的完成度的话，大概会比纸本多了5倍的时间。林良莹艺术创作家以着一个接近世界温暖的心去感受、去创作。伊认为创作出来的作品不只爱互家己看了感动，嘛爱互别人看了会感动。目前林良莹艺术创作家的作品，就伫咧文化中心文物陈列馆的1楼展出，欢迎民众前往欣赏。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南台科技大学高龄服务甲电机工程系合作，做伙打造了友善高龄社区。校方甲金华里来合作，深入了解到长辈需求，并运用到新的科技技术来研发出适合长辈使用的器具或者是小游戏，要来因应台湾高龄化社会来搞。带上虚拟实境的设备，眼前这个由南台科技大学学生团队所设计的小游戏，就是特别针对长者所做的。将画面刺激的程度降低，也让长者会当轻松活动身体。另外，亲像这款特别针对着长者机体平衡所设计的游戏，嘛会当用着趣味轻松的方式来呈现。南台科技大学将学生团队所研究的成果全部拢展示出来，也备受好评。那今年我们这个高教生计划。我们也获得教育部的一个系列的比较高的一个补助，我们有更多的经费来扩大这个社区除了金华里之外，我们也要扩区到比较郊区的学甲一带的这个偏乡的社区，让我们城乡的差距，这些需要关怀照顾的长者都能够改善获得相同的一种待遇，这是学校善尽大学社会责任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我们也勉励我们的老师同学都能够本着照顾大家的一种热情，能够走出校园。这届校方以着金华社区作为起点，带领着学生运用学校所学的走入社区，得到相当袂歹的成果。前年开始就和这个南台科技大学来合作这个推广这个老人照护这个领域。在这个过程内底因为一个社区的这个长期照顾这是一种专业，并不是每一个社区拢会样做。所以咱有等着这个南台科技大学这个主任陈美竹主任，伊把这个长期照护这个甲老人照顾这个知识来带入来这个社区内底，互社区有足侪这个观念的改变，这个观念改变，你社区的老人会当去摕到上届新的这个资讯，会当摕到上届正确的健康保养这个要领。这届南台高龄友善成果展执行的成果，深受各方的肯定。
在今年4月份，也将提升成为青金计划，持续为打造大台南成为优先高龄城市。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2018城大国际旅展3月23号正式开跑，开幕的第一天就吸引了侪人潮。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邀请到几间较早从来都无伫咧台南参展过的知名饭店，并且打造了度假的主题馆，也为现场来营造出度假的气氛。另外，伫咧影展当中，旅展当中，也有侪饭店来推出着参观的优惠，吸引民众前来抢好康。城大国际旅展今仔第一天开幕，就吸引真侪民众来参观。今年总共有103间的厂商参与，不论是台湾人上爱去的日本、韩国，也是高品质的欧洲旅游，伫遮拢找得到。主办单位表示，即届邀请到真侪间国内旅游高端的品牌进驻，并伫咧展场内底打造一区度假主题馆，要让民众感受到假期的气氛。像是牡丹湾 Villa、优活度假村以及垦丁夏都，那这几家业者他其实过去是没有来台南参展过的。那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民众可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参与，就是这个度假主题馆的部分。我们在这个馆里面结合了无感的体验，那可以让大家去知道可可的生长过程，以及让大家去看优活度假村的像沙滩啊，以及他们的整体的设施，可以让大家去使用。除了旅游的部分有优惠，这届旅展嘛结合全新规模的饭店，推出买10张送10张的参观介绍的7支买去。在台南南区有台南夏都城旅新开的饭店，他们推出的是买10送4。这个餐券部分可以说是这几年我们看过旅展里面餐券价格最优惠的一个厂商。那因为场内还有台南大饭店、大义励志、台邦商旅、老爷行旅、维悦酒店，以及之前没有参加过的情定城堡婚宴餐厅，都有到现场来。所以如果喜欢餐券的朋友，要趁3月23到26到现场去做购买，才有这个优惠。城大国际旅展展期为23号一直展到26号。想要规划一撮旅行的民众，就要把握机会来抢班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已经成立第7档的美善社会福利基金会，每一档拢爱打拼来找找到服务的经费。对于今年开始，因希望透过办路跑来成为固定收入的来源。而且第一届就定伫咧5月26号，要伫咧虎头埤来举办。邀请民众对今日开始透过网络来报名，做伙走出健康，也走出爱心。所有美善工作坊的青年，正卖力制作一摆公益路跑，要互报名选手的纪念品，要用顺手工的手艺来感谢大众爱心。确实对着美善社会福利基金会来讲，新年7档来，除了政府补助加申请专案赞助以外，一半以上拢是爱4月募款，平均一档就需要2000万。所以今年希望重新用办路跑的方式来筹募经费。除了日前邀请民众报名，买当利用东港5月26号园游会单位的义卖来响应爱心行动。这个公益路跑，当然是这个名字“公益”已经说很清楚，就是我们美善社会福利基金会是为了社会服务。但是为了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各种不同的服务，有小孩子的服务，也有老人的服务，还有水里工作坊的服务。我们当然需要很多的经费。虽然有政府的协助、政府的补助，但是差不多还是我们所需要的经费的1半以上，还是我们需要去募款。所以经过这个路跑活动，当然我们希望有一边更多的人会认识我们美善社会福利基金会，一边也可以得到有些支持、有些帮忙。吴道远神父因为看到新种者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的生命力，所以自称是快乐的乞者，一直为这群弱势来找资源奉献。所以今年办路跑以后，嘛希望成为基金会一个指标性活动，成为该会一个永续稳定的收入来源。当然要紧的就是至少要有1000人报名，安尼收入加支出才会当拍平。大家来！
台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济云有时好天，温度14度至2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3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